嫌贵合理啊，买东西反正货比三家。但是你贴保护贴，喜欢贴烂的、便宜的，然后在脆上面发文说，哦，我一个月破3片，我一个月破8片。你破那么多片的钱加起来，都可以贴一张顶规的，给你用个几年了。这样的发文显得格局很狭隘。我是卖好东西，客人要买是其次，只是每次看这个文章哈，我就觉得，按明有好的物件，一抓照来，一盖好势啊，没这样麻烦。我现在一开始干的一直打，时间也要钱呐，损耗也是要钱呐。好比说嘛，要品质的会有一个区块人喜欢品质，要便宜的喜欢重复不断的破掉再贴破再贴都可以，顾客本来就可以自由决定的权益。可是我是觉得说破这么多片的钱加起来，等于是好的品质贴一片，还有售后，还有保护，还有门市店帮你贴到好，全套服务做到好了。你算了一算，你自己贴有比较划算吗？